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解一下我哋嘅左燃窗簾。我哋嘅左燃窗簾遇火只會融化，唔會燃燒，亦都唔會產生有害嘅濃煙。相反，普通嘅窗簾布好易着火，仲會釋放出毒害嘅黑煙。另外，我哋嘅面料已經通過中國、美國、加拿大等多個國家多項環保同阻燃測試，安全可靠。